人生無常，你認同嗎？風險無處不在，我哋除咗要盡可能避開風險，仲要識得減低風險帶嚟嘅損失。聽聽以下例子。假如你係做貿易生意嘅，如果你個客嘅訂單係用美金支付俾你，你會唔會擔心如果嚟緊美金跌價太大，咁你同呢位客戶嘅交易所賺嘅錢分分鐘會俾美金嘅跌價所抵消呢？呢個時候你就可以用外匯對沖術，即係點呢？如果你擔心美金跌價，你就可以買外匯，買美金跌。咁當美金真係跌嘅時候，你嘅貿易生意雖然會賺少咗錢，但另一邊廂你外匯呢邊係買中咗美金跌，所以你喺外匯呢邊就會賺錢，即係你生意賺少咗錢，但係喺外匯賺返，咁你就成功對沖咗匯率帶嚟嘅風險啦。如果你想知道仲有咩風險對沖或風險管理嘅例子，歡迎留言話我知，亦都可以點擊資訊欄或留言區入面嘅連結，留低你嘅疑問，我可以免費提供諮詢服務俾你，希望幫到你。關注我，學兵法，百人爆數。